我们之所以站在这个地方，站的这个地方之所以被称为教会，不仅是说只有我们这些人因信为这里也有神的同在。我们现在呢，希望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我们的这位天王。荣耀都归于你。
就在这里，我跟着牵着你，和散那归于，至高深处耶稣，更多更多，来高举你的名，更多更多，来呼唤你的名，更多更多，来承认你是主，直到那日，我再见你的面，更多更多，来高举你的名，更多更多，来呼唤你的名，更多更多，来承认你是主，直到那日，我再见你的面，指望就在这里，我们缓缓前进，荣待你为王，荣耀都归于你，指望就在这里，他能彰显着你，和撒那归于，至高深处耶稣，指望就在这里，他能彰显前进，荣待你为王，荣耀都归于你，指望就在这里，他能彰显着你，和撒那归于，至高深处耶稣，和撒那归于，至高深处耶稣。至高的神，荣耀的君王，求你赐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来认识你，来承认你是真正的主，让我们不必惧怕，要高举你的名，呼喊你的名，也在行为上能够来荣耀你。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你就在这里，你就在这里，在这个会堂中与我们同在。再次感谢主耶稣来看顾。接下来的上课练习诗歌的时间，也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。以此简单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死，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门。